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
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一个祈祷，咱下面则大家就开始咱家己敬拜的时间，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阿爸天父，你的恩典遮尔大，你的疼探长阔关心，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满满的感谢。主你讲，阮就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学乐入你的殿院。主，阮来到你的面前，就跳欢喜，因为阮乱木你的殿，以爱到主的圣殿朝见你，敬拜学乐你。求主即时赦免阮的辜负甲过失，我们用清洁甲正直的心灵来敬拜你。愿主你接纳阮的心所摆列的，也做芳芳的祭献予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
咱来吟会前的诗，正诗第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未听我的声》，请咱一个就好哈。耶和华早起时你未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 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离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日子，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离。 今仔因为期中考试的关系，咱就无用福音正声，请奏乐。耶和华，你是我闪避的所在，阁是我的盾牌，我的溃力。我伫你的话有盼望，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互我活，也无互我因为所盼望的来见笑。
三甲来吟俄勒称颂的诗，正诗第51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万年把主赞，难得这下全光，俄勒主要光。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给答案，俄勒三位一，尊之冠之冠。现在，现在，现在，万象龙眼般，没有光温尊严，红颜的多走间，千千万万天君，你的俄勒永存，这下感谢耶，万上的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的大主赞，万民大相连心，俄勒上的主宾。现在，现在，现在，分裂到满世界，俄勒三位是可以的主宰。阿门。请咱犹原徛地，用新的改名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名，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甲来交托。启示文第8篇，诗篇第27篇。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引。启示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集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按钱保护我，令我囥伫伊布边看目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醒目见我的面。唔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
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由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至圣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拣调阮，有比阮照着信主耶稣基督，当做上帝的囝儿。你选拔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成做圣洁、无通嫌的人。你救赎阮，互阮的罪过得到赦免，无搁罪的奴仆活伫罪中。你也互阮有盼望。伫肉体的私欲引诱，甲生活的患难中，知影上帝决断袂离开阮。你要带领阮行过逆境、风雨、甲不安的挑战。主啊，你阁赏赐所应允的圣神做阮的看引，互阮得到天顶的产业。圣神阁赐互阮智慧，互阮真知影上帝你旨意的奥妙。甲丰丰富富的稳定，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虽望阮现在无有牧师伫头前甲阮引带，但是阮有主耶稣，你做阮的大牧者，你是疼阮的，阁为着阮来放杀性命。你阁赐予阮有永活，阮决断永远袂沉沦。无一个人会当对主的手中将阮抢去。求主你赏赐阮有信心、疼心、盼望。伫这段听候新的牧师来的时，阮要训练心智、读经、祈祷，常常踮伫主的内面，甲主你同行，有必承接主你互阮更较大的意向甲使命，互阮知。万行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因为安尼，伫逆境的时，阮要更加仰望天父上帝，相信天父你要带领阮行过。耶和华，阮看见你的树木，拢得到充足的润泽，就亲像你所栽种的百香树。阮盼望笃行教会的每一个团契。主日学、献歌队、大经班、社区的乐龄教室、线顶祈祷会，拢会当伫笃行教会这丛大树下面发芽、开花、结实，有主你的管握甲带领。求主保守每一个团契的组织，伫遐甲上帝相拄，甲兄弟姊妹互相关心代祷，也得到主生命的养赐。伫8月份就要进入旧历的7月，求上帝赐福也看这是平安7月时，你的恩典甲救赎是我尔啊大甲丰盛，要拯救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脱离死亡的关系，甲传统信仰的束缚。求主有比阮有能力，向人分享所领受的祝福，叫别人也会当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甲平安。求主帮助伫8月要恢复聚会的主日学甲双年团契，求主甲因三角地带。通过聚会甲灵修敬拜，拢有主满满的恩典赐福予因。也求主祝福光和弦乐团伫8月7日父亲节主日了后，伫教会1楼大厅有音乐的分享会，会当吸引教会附近的人来参加，享受伫古典的圣乐当中的祝福。感谢主，你有怜悯阮台湾。互肺炎的疫情渐渐转势，虽然也有真侪人受到感染，也有人来失业，求主你拢怜悯医治因，安慰因的亲人，也求主帮助阮兄弟的身体有健康甲抵抗力，特别是为着现在身体有病痛的兄弟祈祷，
求主你的大权能医治因，因为阮有主的应允讲，耶和华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阮伫遮献上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我平安。阿门。献歌队要用至圣的神听阮祈祷，带领咱来学了上帝。感谢献歌队所献美妙的歌声，愿上帝的国度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是阮心内的望。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台语汉语本第267页。彼得的批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听这显着。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批寄予四线徛起伫本都、加略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必催年受拣选的出外人，就是照背上帝的大圣哉。
在伫神的感化做成，到伫顺服，可得到耶稣基督的血受的。愿稳定平安加天侪侪互恁。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懊恼，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死人中过活，捌定再生咱，来得到活的愿望，也得到煞接未败坏、未拉残、未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里的，恁是对神和上帝的关联保护，到得到拯救，是便便伫末期要显明的。因为安尼，恁真快乐。虽然现今，那应该着伫百样的试炼来暂时忧闷。第7节，互恁的神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悠远未败坏的金，要较宝贝的，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懊恼、荣光、尊贵。你毋捌看见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要顾信伊，就对迄个讲袂出满满有荣光的欢喜来快乐，得到恁神的结局。就是身份的得救。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你显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现在对灵光，你显我的主。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江旁东强牧师来主领讲道。伊要正道的信息是看袂到的愿望。各位主内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主的恩典，咱会当有机会三甲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上帝。我想特别伫即种疫情，咱经过三级的即个疫情的即种的冲击了后，咱会当伫圣殿内面来敬拜上帝，我想这是真宝贝的时刻。也感谢上主的恩典，咱会当虽讲是甲病毒共存啊，总是求上帝赏赐伊的保护伫咱的中间。邀请兄弟姊妹，咱三甲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的上帝。你是阮的阿爸，阮会当向你来求讨。总是伫即个时阵，阮用敬虔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求求主你伫即个时阵，透过你的灵，透过你的话，做伙运行做工伫阮的中间，阮听受，也成做阮的生活中间要紧的提醒，主，阮将这个圣会的主权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带甲带领。愿安尼拜列，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而且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毋是一个问题，是几个问题吼。这个问题就是你太倒会当知影上帝是真的。咱中间大部分应该拢是基督徒。你要安怎知影上帝是真的？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来到伫教会？刚才有兄弟姊妹听到牧师问这个问题的时阵，就想讲我都来教会久久啊，就逐礼拜这个主日的时阵，我就来做礼拜。有人想讲我都伫教会内面，这兄弟姊妹拢真好啊！我伫这个所在有受到真好的造就，叫这会友拢有真深刻的感情。逐摆来教会的时阵，拢真欢喜。点解有人会安尼想？当然，安尼想的想法，毋是真好，毋是讲无好。毋过伫这个所在，咱爱知影，如果咱的信仰是因为习惯，也是经验的话，如果是干那独是因为一种的习惯，一种的经验的话，那安尼，咱的信仰是建立伫一种真危险的所在。有可能咱的信，咱的这个信仰有可能是假的。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当面对问题、困难、挑战来的时阵，遐个物件就自然地来显明出来。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游玩到伫今仔日，也搁伫信仰的内面无离开？为什么咱伫今仔日也搁伫教会的这个团体内面无离开呢？咱是什么款的原因？因为伫这个内面，当咱所经历、咱去思考这的时阵，咱到底是因为不得已，所以我怎留伫这个信仰的行列，还是讲因为知影伫这个信仰的内面有一个愿望，虽望咱无看见，虽望迄毋是亲像一个实体。咱知影即马最流行的毋是实体的物件，当然有实体真好，但即马是虚实整合的世代，所以有一寡看袂到的，但是安怎？咱就是讲，安尼会使。就亲像咱早前，咱伫旧年的时阵，三节敬节的时阵，我毋知咱教会即马是毋是游玩安尼，就是要受即个，因为全台湾上大间的教会，迄个时阵上大间的教会嘛，敢若5个人啦，定啦袂当超过5个啊。所以兄弟姊妹无咧教会咧，无来礼拜堂咧做礼拜，奉献要安怎？所以就有线顶的奉献，有线顶的奉献，逐款的什么配的奉献，当然迄款的奉献，有诶拢需要收这个手续费。总是安怎？总是咱无收到实际的钱啊，但是安怎比者扫一个迄个 QR code， 无看到钱哦，但是扫一个 QR code 就安怎？咱就知影我的钱已经到遐，我的钱已经奉献伫教会啊。无看到，但是咱相信，特别咱较少年辈的兄弟姊妹。可能咱即摆买物件已经无搁亲像摕，无搁要摕即个现金啊啦，拢一支手机安怎走遍天下，一个手机啊，就会当付钱，都会当啦，甚至有诶夜市啊，你也免早年假去，你也免早寄钱啊，你摕你诶手机啊去扫一下，你就当食物件。这就敢若亲像。咱所仰望的是啥物？因为当咱的信仰若卡关的时阵，
当咱的人生面对困难的时阵，我说定定就思考一个问题：讲为什么我游玩伫目前的这个角色的中间？敢讲是因为我已经累积一寡经验、一寡名声吗？你甲我无离开，还是唔敢离开？还是我对我的生命真深的所在，因为对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呼召，所以我看见迄个真实的愿望，迄个活的愿望，虽然用目睭看袂到，但是真清在。我是伫高中3年级的时阵，就开始伫主日学内面对助教开始咧教主日学。而在主日学的过程的中间，一直看到陪伴，也是伫真侪遮个少年辈，也是遮个长辈甲遮个囡仔，伫咧整个的过程中间，常常看见有真侪的囡仔，无论是儿童还是青少年也好，伊的爸爸妈妈拢真敬虔，伊会今日自细汉也缀爸爸妈妈来到伫教会。不过真可惜的是，当爸爸妈妈来过往了后，伊怎无要来啊？当然，咱的信仰有朋友、有遮亲人来牵线，是一个真好的代志。事实上嘛是有需要的，因为上帝将来毋是直接咱来显现啊，上帝是透过一寡人。也是一寡的活动，也是一寡的这报道会也好，甚至有人是看电视、听广播，才会有机会来入捌这个信仰。不过，如果咱拢无真正来入捌这位上帝，咱拢无相信伊的话，当咱所倚靠这个物件出问题的时阵，当某人伊所做的代志，互咱感觉真艰苦辛的时阵，当人互咱伊所做的代志，互咱来绊倒的时阵，互咱艰苦辛个绊倒的时阵，咱就无要相信啊吗？所以常常有听到人安尼讲，哎哟，遮尔啊好的人，爱信耶稣信遮尔啊久，结果咧。哪会阁会破病啊？我实在是无法度接受。怎有人因为安尼，怎跋倒，无要相信，无要接受？原因是啥物？原因就是这个信仰是建立伫个人的造物，建立伫人间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是无信耶稣啊。迄个信仰毋是建立伫上帝的身上，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会当倚靠的上帝。咱伫生活中间检查，拢会拄着一寡莫名其妙的打击，亲像耶稣所讲的：有人听到你了后欢喜领受指教，受着患难，受着压迫。随时就跋倒，总是上帝的话，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罗马人书第8章24节到25节，伊讲因为咱得救是对愿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愿望，毋是愿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在愿望伊啊。独咱若愿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论天后。而且兄弟姊妹，咱所愿望的是看袂见，是无看见的，甲这个现实拄是倒变。咱讲眼见为实啊！伫咱世界的中间，咱所想要看、想要爱的物件，一定是先看见的。你想要买一台汽车，你要买一个厝体，
你拢一定先看见。总是咱今日要透过彼得前书，咱来思考，使徒彼得写这封批的一个目的，也正做咱生命中间的提醒。迄个看袂到愿望，彼得讲是我的，因为迄个时阵，一个基督徒就是受到迄个时代，因受到患难来试算。所以彼得透过这批信来因来表达迄种的关心，也提醒因唔通袂记得上帝已经备办而且成就荣耀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这个世代基督徒上大却无看见的这个愿望。随望这个批信伫2000多年前来写，总是咱来看现代，其实嘛是差不多，并无因为敢若时代哪进步，咱哪有真侪科技。就敢若亲像那幸福，有真侪时阵，犹原是有侪的问题，甚至咱遭有拄着遮的苦难的状况，拢真侪。咱所拄着遮个苦痛的代志，甲所遭有的即款的苦痛的代志，可能无共款。毋过，伫迄种的内面所经历的苦情、艰苦、挣扎、流目屎，是共款的。总是今仔日的圣经节，伫今日经文中间，彼得甲咱提醒，虽望遮个物件会进入伫咱的生命中间，虽望会拄着遮尔啊困难的代志，毋过咱会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有大的愿望。所以虽然拄着挫折，虽然感觉真失败的物件，虽然拄着无法度改变的事实，总是彼得提醒咱伫基督的内面有非常大的愿望。咱来看圣经，今日这经文一开始的时阵，彼得大声对俄罗斯感谢主开始。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生命甲信仰的宣告。伊伫第3章安尼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俄罗伊所召伊的大人民，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来过活，把顶头生咱来得着我的愿望。所以知影迄个愿望是我的，是有生命力的。什么是愿望？愿望本身是看袂到的目标，毋过伊有一个方向性。虽然看袂到，毋过安怎？咱知影迄个方向，当迄个方向来进前。亲像咱要对教会遮出发，来到火车站。火车站伫倒位？火车站咱即摆敢看会到，咱今仔敢看会到，咱徛起伫即个所在，咱要出发之前，咱毋知火车站伊的实体。咱咧出发进前的时阵，也是讲咱伫遮是无看见火车站啊。但是咱会知影讲迄某一个方向，我行的时阵，我只要迄个方向来去行，就一定会去到火车站。我知影火车站的迄个方向伫倒落。我就对遐去，我绝对袂行到迄个台中港的方向，因为我知影我无法度行到迄个火车站。所以当咱有一个目标，咱就即个火车站迄去就是啊。总是基督徒的愿望，毋若是一种渴望，毋若是一种的愿望，毋若是迄款敢若无确定，毋是遮的。而且讲是我的愿望，我的愿望，这个愿望有充足的保证，是一个真确实的期待。咱知影基督徒的生命，咱常常讲是丰盛的活命，
丰盛的画面就是上帝意爱要照着圣经所应允的来祝福咱，来祝福予咱。基督徒活地的目标，就是予咱这个愿望，就是予咱结果子，予咱带来着改变生命的快乐。所以这个活的愿望，就是无看见头前，但是这个目标，伊知影一定会实现，因为上帝是讲话算话的上帝。这个目标是啥物？这个目标就是伫天顶有基业，是属于袂朽坏的、袂败坏的、袂为垃圾的、袂为衰退的。所以彼得伫这个所在，用三个真要紧的袂话来表达、来加强迄个肯定性，甲迄个不变性。而且讲活的愿望。而这个活，也是讲中文讲活泼，中文伫这段圣经，伊讲是活泼，意思就是一个活的物件，是会生长的物件，毋是伫遐袂振动，是会当拿来拿强，是有一个活命力的，是结局有愿望的。第四节安尼讲，也得到煞只。袂败坏、袂拉散、袂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里。第五节讲，恁是对神和上帝的关联保护，到得到拯救，是便便伫末期要显明的。第六节，因为安尼，恁真快乐，虽然现今。那应该着伫百样的试炼来暂时忧闷。来紧的兄姊妹，咱的愿望是真终极，是搁较悬的，是永远的。毋过伫遮，互咱知影，伊用即个表达是咱的生活中间检测是苦难，这苦难有的时阵是。有人想讲，安那会突然间灵教？其实毋是，其实是伫上帝，咱讲上帝的律理的内面。天父知影咱会经过苦难，耶稣嘛讲，这个世间有苦难。毋过透过这个苦难来完成伊对每一个伊的囝儿真特别的目的，所以伊掌管每一个逆境，伊的长度，伊的。前方是甲永远三项的，所以说经历这个困难，其实是暂时的。彼得提醒咱，迄是暂时的啦。伫几十年前，伫这个我生长的所在是大肚山的山顶，大肚山顶。伫迄个所在，较早拢是种番薯，毋是种番薯，就是种甘蔗。因遐拢大塘的土地，所以伫细汉的时阵，拢会去遐田边、田官边，伫遐咧耍，伫迄个所在控番薯、控土窑。总是因为几十年了后，因为政策的关系，变做咱即摆所看见的这个土地。总是这个土地原本规划要变做道路，甚至伫迄个所在有真好的计划，要互迄个大肚山会当有一个真水的新的面貌。甚至伫迄个所在还搁咧讨论讲要来起一间大型的迪士尼乐园。我毋知咱中间有兄弟姊妹有这个印象无？讲有动物园啦，讲动物园也要起伫迄个大肚山，就伫迄个望高寮遐啦，迄搭。总是无拍算，后来咱知影，因为政治人物或者的弊案的关系，所以呢，伫迄个所在就无振动，差不多10多年，要20年。一直到10多年、20年了后，这个水网这个政策已经开放啊。
毋过咧，我都无看到迪士尼啊，敢有人看到迪士尼乐园伫台中？无啊，甚至莫讲迪士尼啦，吼，连迪卡侬都无吼，迪卡侬伫咱的这个市区啦。甚至到伫这市政团队市长换人了后，换一个、两个、三个，已经3个过去啊，开发计划嘛改变，政策嘛转弯啊。所以到即摆我所看见，我细汉所空闲钱的即个产业，迄个土地，啥物拢无去，单变做咱即个向上路咱向上路真长向上路一直到伫台中港拢是向上路啊这就是安怎？这就是伫地面上真会改变的。总是咱的愿望是袂朽坏的，袂会垃圾的，袂会衰退的，袂会败坏。咱知影物质的物件拢会坏，拢会歹去。亲像咱种的遮的咱的果子也好，会歹去。咱的汽车有一天嘛会无法度驶，有可能这个也歹去。袂会垃圾，人是会犯罪的。咱的有的人伫婚姻中间出问题，伫个人的物件中间来出问题，原本真美好的生活，因为一寡经济的因故，拄着真大的困难。伊讲袂会衰退，这个愿望是袂会衰退的，因为人的身躯会衰残。这个世间会道道变旧，总是彼得所讲的这个我的愿望，毋是这个世上的事物，是伫天顶为咱留的基业。所以天顶的这个基业是永远袂改变。毋那安尼，伫地上得着上帝的保守，也要备办伫末世来这个完全的救恩。所以咱要知影。咱对地上一直到天顶，这个过程，都敢若亲像有一个保全系统，伫咱的生命的内面，这个保全系统将咱保护，一直到咱到伫天顶的时阵，咱伫地上虽然有艰苦弯曲，有亲像火一般的试炼，总是彼得提醒咱。迄拢是暂时的，迄是暂时的。请咱会记得，咱人的活命是对上帝来。当咱每一遍面对这款无常的人生的时阵，咱所要思考的，毋是讲为什么这么衰？为什么安尼？咱是爱去敲找着上帝的心，讲上帝啊，你互我经历这个。我要怎样伫我这有限的人生的中间来经历你互爱我学习的功课？你的亲爱的姊妹，当咱安尼思考的时阵，咱的想法以及咱的迄款的积极的程度会无共款，因为知影上帝互我考验，但是我知影我会赢过这个考验，我会经过这个困难，迄个困难是暂时的。所以彼得伫伊的生命内面有即款活的愿望，虽然看袂到伫天顶有丰富的基业，伫地上有保守的稳定，所以安尼伊有法度来感谢上帝，阿乐上帝。亲像一丛树，只要伊有生命，只要伊还阁活着，随望寒天。内面有大风雨，甚至有落雪，甲伊砍掉咧。不过，伊犹原有迄个活的愿望，因为有树根来保护迄个树。到伫寒天，即个到伫寒天过了后，春天的时阵，伊就不应生命就安尼发出来。所以，迄个生命的寒天是暂时的。有人捌负债千万，迄个时阵，伊心内感觉真绝望、之无奈、无力、无愿望。
实在毋知要安怎讲。敢出有个人，因为伊的先生，也是伊的太太，伫外口有别人，所以伊心内的感觉，敢若是一种互背叛的感觉。低到自我的价值观非常的低，也感觉真艰苦心。特别有人伫家己伫厝内有破病的人。破病人倒伫眠床顶真艰苦，照顾的人犹原是一种的艰苦心，所以毋茫会当有人帮赞因来得到解决，也是讲互伊会当有一个休喘。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咧做咖啡，伊做咖啡，伊毋是干那开咖啡厅。伊也甲一寡即个较偏远的教会来合作，一种叫做喘息咖啡、哮喘咖啡啊。什么叫做哮喘的咖啡？原来就是伊特别，互伊有一个空间，互一寡咧照顾遮个失智症吼、失去着记忆的人，遮个。照顾遮个失去着记忆的遮个亲人，互伊伫社区的中间有机会会当接触，会当有接触遮个长期要安怎来照顾，互因一个空间，当因毋知要安怎照顾遮个时代，因为因时代失去着记忆，毋知要安怎。本来一个好好的人，但是即摆伊讲的话，甚至连我也袂认得。迄款的艰苦心，无法度甲人讲。所以咱政府有一种的措施，就是伫社区的中间有一个喘息，互伊伫迄个所在会当休喘，互伊会当来透放因的一寡的压力，互伊有一种支持性的照顾，互伊会当伫即个休喘的了后、休困的了后，伊也阁有气力，阁继续照顾因的时代。这叫做喘息咖啡，毋是啉落就会喘息吼。伫恁生活中间有真侪遮个艰苦，有人失业，有人失恋，有人心中有款真茫然的感觉，失去着重心是一种真可怕的。甲别人的关系无好，无人缘，嘛是真艰苦。当咱真认真、真努力打拼，却无法度赚到钱。生活、家庭、经济开销无法度平衡嘛，真痛苦。互人欺负，互人欺负，互人看袂起，有真大的欲望，有真大的志气，总是无法度有机会来表现，嘛是真侪的艰苦。而且，兄弟姊妹，咱徛在这个社会是充满着苦甲难。你伫过去几年中间，因为咧投票讲全台湾的生活的情况，这个投票来票选，你若是用一个字来表达台湾的情况，你要用倒一个字？结果呢，这个排名的内面有前几名拢是啥物？毋是苦，都是惨，都是乱，若无就是悲，若无就是难。这毋那是干那讲物质的代志，毋是干那讲关系着钱这个字那定。伊讲到着人这个人生命的情况，苦啊、惨啊、乱啊、悲哀啊。有人想讲为什么这么负面？总是咱。临仔耶稣基督，临仔真理的人，才咱会记伫圣经真早都甲咱讲，咱伫地上的日子本来就是苦。伫创世纪的内面讲，人犯罪堕落了后的生活，就是爱流汗，爱流血流汗，才有法度来食饱，来过生活。雅各伫130岁的时阵，伊讲伊平素的年日是又阁少又阁苦。这个大笔伫伊诗篇的中间讲，咱伫这个世间，咱的人敢若亲像幻影共款，伫迄个所在真无形真枉然。
甚至诗篇甲咱讲，咱所无用的，咱所操烦的，不过是落可树重担，全捌一个米就变做空的。连一个非常富贵的、真出名又真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伫年老的时阵，伊讲日头下面的代志拢是烦恼。耶稣嘛捌讲过，伫咱的世上有苦难，总是伊甲咱讲，这个苦难、这个苦、这个惨、这个悲哀的出路伫倒落？就是伫上帝的大怜悯的内面。伊甲咱讲，咱经历这个大怜悯，特别用咱的台语圣经用大来表达，是咱会当有这个天顶活的愿望、活的这个活命，是因为上帝的大怜悯。互咱有这款的大怜悯，来领受上帝伫伊怜悯咱，怜悯咱遮的日子又搁少又搁苦的人，怜悯咱遮的逐工伫遐无用到一个程度，怎啊变做一场空的人？怜悯咱遮的伫路苦重担，拢规个目一个面就看无的人，怜悯咱遮常常烦恼充满的。怜悯咱遮受着死亡咒诅的人，互生命的软弱，常常自我控告，我就是一个无好的人，我就是遮尔啊歹，我就是安怎，我就是遮尔啊失败。亲像遮个无有气力的人，总是因为耶稣基督，伊看见咱伫地上的艰苦，伊怜悯咱。伊疼咱，伊要拯救咱脱离遮个最拄则所讲的苦难。因为上帝知影咱伫世间有苦难，毋过伊疼咱，透过耶稣对死过活，互咱有伫耶稣内面的真实的平安。所以耶稣讲，恁会当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个世界。咱每一年，我相信咱的教会每一年咱拢过活节。为什么爱过活节？为什么无爱过圣诞节就好啊？为什么为什么爱过活节？咱知影活节是每一遍提醒耶稣对死过活的日子。耶稣对死过活，是为着咱每一个伫地上遮的经历着艰苦。有侪艰苦心的人，互咱的生命会当开一个愿望的道路。耶稣的死，对死来讲话的意义是啥物？咱知影死亡所带来的是咒诅，是黑暗，是惊吓，是互压迫，是无奈啊！但是耶稣伊对死过活了后所带来的是祝福。是光明，是平安，是自由，是顶头生。伊改变人的活命，互咱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咱的生命会当变盘，会当变过来。互这个活泼的愿望，是一个永远的愿望，是永远的活命。这个活命，毋是对咱的老爸老母来生的，对人来生的是地上的，是苦难的。对上帝生的，才是永远平安喜乐的生命。咱今日所读这段圣经是彼得所写的，耶稣的学生。如果咱对彼得，通常咱对彼得的第一个印象，我想就是伊有3摆伫假体进前无要认捌耶稣。无要认捌，无要承认伊是对耶稣的，随往伫正前伊讲话讲足大声的，袂啦，毋是我，迄无可能是我。但是最后结局是安尼，伊是一个毋若一届跋倒的使徒，
伊咧写这种批的时阵，是伫伊生命的落尾。迄个时阵的伊，毋是亲像正前遐个真冲动，定定讲一寡做袂到的代志的遮话的人。伊乃是一个因为受到上帝气力来保守的人，伊毋是因为家己的意志力才坚持迄个阶段。当下去回想伊所经历遐个百般的试炼，伊真清楚知影，因为度过伊会当度过遮个难关的原因，毋是伊的气力伊偌敖。嘛，毋是伊的条件有偌好，是因为伊相信上帝的信息甲保守。各位敬爱的姊妹，检查咱经历一寡困难，检查咱一寡经历这试炼，甚至咱有一个怀疑，讲咱是毋是会当安然度过？也检查看到一寡亲像一直未改变的这种的苦痛、艰难，互咱真艰苦心，甚至一寡小可代志甲压力，互咱感觉真忧闷。无论这个苦难的来源是啥物，必得透过伊的培训，提醒这个信徒。提醒这伫四线、伫本岛、伫加拉太、伫加百多加、伫亚细亚、伫撇推尼受精选的这个出外人，也提醒着咱，上帝伫天顶为咱备办，业是袂朽坏，是袂落散，是袂衰退的。那安尼咱要安怎？咱就是举悬15度，将咱的头举起来，仰望咱的上主，仰望迄个创造、这个创始成终的主，毋是伫迄个所在头咧咧伫遐看咱的问题，将所有的愿望拢放伫即个世界，试炼试探的继续引带咱行绝望。毋过，上帝的囝儿，咱有一个真要紧的业，就是上帝为咱备办的产业，会赢过最遮的短暂的苦痛。所以，就亲爱的姊妹，咱需要常常审视家己，咱的生命虽然经过遮的，但是上帝会当帮助咱。有活伫满足的喜乐的内面，不过因为苦难的试炼，咱的情绪检测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甲看虑，咱会真容易。不过，毋是将咱的目睭放伫这个环境，因为经过这个试炼，其实会当帮助咱，甚至上帝将无好的代志会当转换成做，互咱的生命会当来成长。也就是咱的信心会当来成长。当咱一遍赢过、两遍赢过、三遍赢过的时阵，咱的信心就哪来哪大。所以就敢若亲像咧，咱的囡仔咧拍电动共款哦，咧拍迄电动的时阵，我毋知因即摆咧算啥物，听讲是啥物传说对决啦吼。因咧算这电动到最后的时阵，到一个程度，伊拍，将这拢拍败了后。拢有一个大魔王啊，所以等于大魔王出现的时阵，就表示什么？我若甲伊打倒，我就过关啊，我就升级啊。所以当面对这困难一遍、两遍、三遍，咱大时就知影讲，咱的生命要搁得到提升啊，又搁来啊。但是呢，所有真正的结局，拢伫上帝手中。上帝已经赢过啊！求主帮咱透过彼得的批来成做咱真要紧的提醒，互咱的信心一遍一遍，这痛苦、这试炼，咱倚靠上帝赢过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啊，
只不过是安尼，毋过咱伫迄个所在咧，一直看到啊，艰苦心，毋知要安怎。总是咱会当换一个角度，仰望迄个创造咱的上主。迄个检测是自细汉咱伫主日学内面老师喙内面所讲的即个上主。伊毋是干那伫圣经的内面，毋是干那伫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中间，乃是伫咱的生活，咱每一个咱的身躯边，实实在在，伊会当成做咱及时的帮助。这个毋通随望看袂到，用咱的目睭，有限的目睭看袂到，但是上帝的话，以及历史历代遮的属灵的长辈，因经历，因赢过，因得到伫上帝面前，得到对上主的称赞。也经过遮的败坏，经过遮的火的锻炼，来得到对上帝的懊恼、荣光甲尊贵。愿上帝帮助咱，特别伫这个真困难的世代，伫这种疫情的情况下，有真侪无奈，都是求上帝，互咱一种的过程中间，咱无论如何，将咱的目睭注神伫耶稣，较赢注神伫咱的困难，咱的心会当得到真大的头帮。三个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搁一遍来帮助阮，特别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的挑战。是，阮知影是挑战。当这个挑战来的时阵，阮搁较知影，主你已经引带阮赢过。因为你已经伫对敌的面前，为着阮来摆设宴席，迄个庆功宴已经为阮备办。希望阮即马也搁伫即个过程中间，总是主你帮助阮，互阮即款的信心。当然，信心嘛是对你来，求你帮助阮，互阮学习。抬头仰望上主，你实在真正是阮的快乐。我毋是搁看即个地上的黑暗，而是看伫对天顶上帝你所赏赐的祝福甲光明。也透过阮会当将上帝你国度的光明愿望带来伫即个黑暗的世间。这也是你互阮有愿阁留伫即个亲像真黑暗的世间的要紧的目的。愿诚做光，光的任务就是照着上帝所赏赐互阮的来发出来，就是透过阮的生命，将对上帝来的光。来照光伫即个世间，主啊，求你祝福阮独贤教会的众兄弟姊妹，透过彼得写互遮个百姓、遮个兄弟姊妹、遮个四线、遮个基督徒的勉励、鼓励，也诚做今仔日伫即个信息内面，互听甲讲的人，拢得到生命的提醒，帮助阮举悬15度，将阮的头举悬15度。互阮知，你是阮永远的愿望。随梦乌魂，总是伫即个乌魂的后面，日头永远伫咧。你就是阮永远的日头。愿安尼献上摆咧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254首。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好，请坐。下面书现，请朱会执事甲美凤执事。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疼阮的上帝，你是有恩惠、有慈爱的天父。伫生的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罗你，听你的教示。感谢你，互阮伫教会看见你的疼，阮也要彼此相疼。求你帮助阮学习你，行出你欢喜的模样。即马阮用淡薄仔的金钱献予你，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请坐。咱掀开周报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好，本周金句，互恁的信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有缘为败坏的金，要较宝贝的，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懊恼、荣光、尊贵。彼得前书1章7节。互恁的信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有缘为败坏的金，要较宝贝。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懊恼、荣光、尊贵。彼得前书1章7节。互恁的信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有缘为败坏的金，要较宝贝。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懊恼、荣光、尊贵。彼得前书1章7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咱兄弟来家己来第周报的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主日礼拜，真感谢甘榜东强牧师来出领讲道，多谢伊的信道。第二，咱后主日邀请陈英竹牧师来主理礼拜甲讲道。第三，8月7日主日庆祝父亲节，教会有赠送美主伊爸爸贺礼，请咱兄弟兄弟爸爸踊跃参加。注意这个发送的时间。第4点，8月7日主日上午11点半到12点，丰和弦乐团伫咱1楼的大厅举办管乐分享会，演奏莫扎特古典的圣乐，欢迎兄弟来参加。迄天咱做礼拜了，请咱注意，咱后倒摆若是有停伫迄个中庭请咱再暂时煞一下。第5点，义卖的广告感谢大将辉长老甲洪庆伟长老娘因为奉献40罐的有机梅啊，每一罐义卖500块，并送1罐洛神花，所得专属要用作感恩奉献。预定伫下主日伫1楼交易厅来预备，请安琪干事来购买。第6点，教会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到8月28截止，请办公室来申请第7点，总务部报告。咱看第3点，定8月14日，主日下晡的3点半。对教会出发到丰原来参观这个鱼菜共生的作业甲设备，每一个人400块，包含暗顿，国小学生免费。有意愿的请干事也是陈木生长老来报名。到8月7日截止。第8点，教会有租用义中的停车场，请兄弟继续为这来奉献。番茄消息。第一，主日2对8月份开始恢复上课，欢迎主日学小朋友邀请恁的同学朋友做伙来教会认捌听咱的主，也请兄弟弟弟主题宗教教育，不要忘了来上主日学。第2点，
献歌队8月开始，连续2礼拜的拜六8月6号、8月13，提早到暗时7点半伫2楼礼拜堂练习，为着献乐主日来准备，请队员注意出席。第3兄弟团契，第一8月7日因的聚会主题是使徒行传第6章查经，欢迎参加。第2庆祝爸爸节聚餐，定伫8月7日下晡5点提早，即马下晡5点要参叙聚会，招待会员夫妇，每一人费用100块，请会长由这样长老报名。第4妇女团契8月7日上午11点20伫1楼副堂要年会改选，主理是秀贤会长，欢迎客友参加。第5社青团契8月7日上午11点40伫5楼副堂聚会，主题是汉图说故事主理是林炳银会长，主会是词汇指示。第6点书海读经班8月25日拜四暗时7点半开始新的学期的课程，咱要查约翰福音11章，一直到11月10日，总共有12堂，请咱到办公室登记报名。第7乡里团契8月20拜六上午9点到12点，伫教会1楼副堂甲妇女团契联合举办释教周年灵修会，邀请蔡三雄牧师主讲。第1堂的主题是高龄者性命的见证，第2堂的主题是高龄者生活的表现。欢迎咱兄弟报名，每一个人100块，请贵方有技术报名。关怀协会消息，第3点咱教会有申请到台中市的这个城市森林计划，得到补助15万块，设备这个鱼菜共生的系统。欢迎咱兄弟参与伫志工维护运作，提倡环保甲认识生态，请陈木生长老报名参加。遗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第一，咱本会感谢主，咱的青少年有真好的升学望因伫遮有继续有学习功课进步邀请因这几位国小、国中、高中会用来参加青少年团契伫信用顶面更加来进步。第2，咱为着身体欠满病痛的兄弟来致意为因代祷连面咱做伙来为这几位兄弟来祈祷特别是为着这个林淑慧老师因为伊昨暝因为抽痰引发大出血目前即马有插管洗胃输血伫抢救的当中恳求上帝，咱兄弟迫切为着林淑慧老师来祈祷第3，恭喜陈美凤执事的大孙，报名叫黄义林，愿伊得到上帝的祝福甲看顾。第4，为着张荣介兄弟甲新德伫工作君家姐妹伊确诊复原，甲搬转去家人，拢有主的保守。第5点甲第6、第7点请咱兄弟为着教会，咱若是有确诊需要帮站的，拢莫客气来联络咱关怀部的有志荣长老，也是关怀部的同工。下面教界消息甲这个请咱家己来看7月24日的奉献报告，而且做领袖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林祖祖长老来欢迎。好，咱来介绍新朋友欢迎这个吴万军兄弟，伊今仔日对基地来
甲咱遮保利兄弟，欢迎你，请坐。伊陪囡仔来考试哈。好，安尼咱请咱兄弟做伙起立，咱来为着咱的集体来代祷，也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兄弟姊妹伫遮来祈祷，要经历你是耶和华立法、全能医治的上帝。求你大能力救赎伫阮中间，心灵有受到邪恶势力捆绑的人。求你讨帮所有受压制的人脱离伫这个苦毒无五望的生活，帮助阮众人伫圣神的内面复兴佮丰盛。求你的大能力医治伫阮当中身体有病痛、受到病毒感染的兄弟。求主你减轻因的痛苦，互因有好的生活品质。伫长时间的治疗过程当中，求主你带领有医术甲耐心的医生来照顾因。阮为着黄云妹姐伊的手骨复原，但又今早手会酸痛，尤志强兄姚秀英长老娘，甲施淳朴兄伫厝里休养。施林明月姐伊阿妈棍会痛，甲施永仪姊妹腹肚开刀会复原会当平安。最后，阮特别为着林淑慧老师来祈祷，求主你医治伊，看顾伊即马伫病院伫抢救。最后你，阮知你对伊有好的业力，最后阮特别求你医治伊，互伊有会当生命得到主你的保守。求主你继续保守看顾双吉长老的亲人，也阁有洪淑婷姊妹的家属，安慰因失去亲人的心。主啊，伫世间有侪人受到疫情甲灵界力量的压制，伫行行走找时，感谢主，阮通靠你，阮信靠你，将阮的性命委身伫你的手中。主，你会保守阮直到迄一日，阮真需要主你带伫阮的心中，互阮有活泼的性命，有喜乐，有盼望。求主你施阮看顾，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彼此请安，因一遍就好。兄弟有缘徛伫咱来吟上营正诗第510首《俄罗天顶主宰》，吟诗煞请甘旁牧师作导。在咱想上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偏被上帝无共真的疼痛，伊个请圣神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王に